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，有关这个新冠病毒，因为台湾第一例染病死亡的白牌车的司机，甲第一例本土的病例，拢是发生伫咧彰化县，所以彰化县伫咧全台湾找大生，甲台大公卫学院来合作，要针对1万个高风险的族群。 抽血来做血清的调查，要来了解新冠病毒伫咧社区感染的程度，它来作为未来防疫的参考。社区感染到底为偌济人？八卦山的大不恐行嘛看袂清楚。彰化县卫生局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，呼国民到病院抽血检测血清的抗体，希望讲社区感染有偌济，会使随知影。 即使是低，我们也要知道，因为我们低，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疫苗的急迫性。COVID-19 的产生抗体，是不是真的可以保护了？是不是真的就有持续的免疫力有多久？其实到现在为止的答案都不是很清楚。 先针对7大族群优先检测，包括确诊者、居家隔离者、居家检疫者、医护人员、康复人员。 人口密集的机构，像八大行业、长照机构、外籍移工，第一站为彰化县起跑，除了有大型健检经验，因为台湾头一个为了病死亡的白牌车司机，甲头一个本土病例，拢是出现伫彰化县。我们也不愿意看这次的疫情造成这个社会的惶恐与不安，我们一定会做。因为我们是高风险的行业，然后我们接触筛检的病人也比较多，也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过，也比较放心。对。 彰化县卫生局强调讲，只毋是普遍的体检，是要为血清知影讲抗体阳性率有偌济，结合社会感染的程度，做未来防疫的参考。毕竟佛道有缘人，也毋过无法度阻止病毒人为人。